今日我哋講嘅係火德王朝宋朝。宋朝點解叫火德？喺戰國時期，陰陽家周顯提出五德宗史說，認為每個王朝都會按照五行嘅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嘅順序更替，每個王朝都會對應其中一德。宋朝嘅前任王朝係後周，後周係屬木德，木生火，顧名思義，宋太宗趙匡胤立國時承繼咗火德王朝，崇尚赤色。此外，宋朝仲廣設祭壇，每年朝拜火神，進一步強化咗從火嘅觀念。所以宋朝嘅錢幣都係以火為主。華夏上下5000年，宋朝係最昌盛，最有代表作嘅係《清明上河圖》，佢充分表達出生意興隆、繁花似錦。喺整個宋朝嘅年號入面，被世人統稱吉祥三寶嘅分別係咩呢？太平通寶、天喜通寶、長符通寶。咁我哋今日就講下天喜通寶。天喜通寶係北宋年號，公元1017年鑄造。喜有幸福吉祥之意啦。年號係一種非常之莊嚴隆重嘅語彙，具有皇權神授嘅神秘色彩。宋朝火亦代表喜嘅意思，亦都係喜神文化極為風行嘅年代。天喜作為年號，最充分完美咁表達當時嘅人們對喜神嘅崇拜同埋渴望。咁天喜通寶另外一個字解嘅意思，天字就係代表義人，喜亦即係侍喜，義人侍喜代表愛情。喺民間，天喜通寶經常俾人廣泛收藏啦，作為禮物咁樣互相贈送嘅。尤其係後生嘅男女之間，佢天喜通寶係被定為一個定情信物，適合佩戴嘅職業同行業主要係婚禮策劃啦、婚慶公司啦，亦都可以作為一個求婚啦，仲有一個定情信物嘅。你揾到你嘅天喜通寶未？祝天下有情人天天是喜。